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4月23號。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23篇，出埃及記第2章15節到25節，彼得前書第2章第9節到12節。今仔日要給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出黑暗。出埃及記的故事發生是因為上帝聽見到受到奴隸以色列人的哀號，因為安尼就競選呼召差派摩西成做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領袖。出埃及記對佇以色列人來講是出黑暗，但是呢，曠野生活閣是因進入另外一個黑暗。因為因經常佇遐來質疑上帝、埋怨上帝、違背上帝、佮拜偶像，但這個行程的目的卻是要為着帶領因這個以色列人進入應允之地的光明。出埃及記第2章15節到25節。記載着逃難的摩西進入佇這個米甸的曠野，拄着西波拉，並且甲伊結婚生囝。這個囝號名叫做計順，迄個意思就是講，我囝卡佇外邦，為着要來喚醒摩西，就是講上帝是賜恩典的。有一日，摩西坐佇果子邊，米甸的祭司有一個查某囝。因來搶水，甲水槽倒甜，要互因的老爸的羊群來啉。有雇羊的來甲因趕走，摩西就起來替因解救，甲互因的羊群啉水。因轉來，因老爸也鐵落遐。因的老爸講：今仔日恁哪會較早轉來？因應講有一個埃及人解救阮。甲遐個欺負阮的雇羊的趕走，甚至閣搶水互羊群啉。老爸就對伊查某囝講：迄個人佇叨位？你是安怎甲伊放遐？有去請伊來做伙食飯。摩西接受邀請，歡喜甲葉忒羅做伙住。葉忒羅將伊的查某囝西波拉來嫁互摩西。西波拉生一個後生，摩西就甲伊號名叫做計順，講我囝卡佇外邦。幾多年了後，埃及王死，以色列人因為做苦工，討開哀叫，因做苦工哀叫的聲透到去上帝遐，上帝聽到因嗨慘的聲，就想起伊甲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上帝看顧以色列人嘛，關心因。上帝揀選咱，並毋是因為講咱有偌好啦吼，顛倒是因為咱真迫切需要上帝的救恩。來，親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啦吼，也親像亞伯拉罕吼。彼得前書第2章第9節到12節，彼得嘛安尼講着，受揀選的人著愛謹慎，毋通放縱家己，愛誠做聖潔，才會當領受上帝的救恩，出黑暗入光明。毋過恁才會受揀選的族類，王家的祭司，聖潔的國度，上帝的子民，要互恁通宣揚上帝偉大的作為。這位上帝有調恁出黑暗，入佇伊燦爛的光明。聖經講，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現在是伊的子民。恁前無得到上帝的憐憫，現在得到伊的憐憫。親愛兄弟姊妹，恁佇世間最驕民、最寄居的，我勸恁毋通放縱肉體的情慾。這個情慾不是在攻擊靈魂，恁佇未信的中間，就愛有好的行為，互遐誹謗恁的歹人會通看見恁的好行為，佇主來臨的日歸榮光予上帝。詩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無欠缺半項。伊予我倒佇青翠的草坡，帶我佇清淨的水邊。
伊互我新的气力，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白色颜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天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之外，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感谢主赏赐救恩互阮会通来出黑暗，来入光明。恳求主帮助阮活出圣洁美好的生命，来跟对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